方廣廈集團喺2001年成立，呢25年嚟，我哋都專注做緊一件事，就係生產高質素房屋。集團目前有2大生產基地，總投資額5個億，打造打包商核心生產園區，總佔地10萬方，共設立5條完整嘅生產線，搭建1條龍完整生產體系。工程工序包括板材複合加工、鋼材冷彎、焊接同噴塗，仲有頂底框架裝修、專業檢測車間，每日產量係行業裏面穩居前列。靠規模化生產，確保交貨快、交期準，憑嚴格嘅品控標準，產品順利攞到 CE 認證、美標認證同歐盟多項權威認證。2024年再度投資10億，建立 AIC 模塊化住宅生產基地。總佔地14萬方，同傳統嘅廠房唔一樣，呢度專門生產可以長期居住嘅永久住宅，全面提升居住質素。廣廈房屋一直專注打造高質素房屋產品，已經成功承接歐洲、美國、澳洲、法國、加拿大、沙特、俄羅斯、巴哈馬、巴基斯坦等多國同地區重點工程項目，包括基建安置、臨時配套等唔同嘅使用場景。從核心打包商產品到一站式嘅定制化方案，東方廣廈房屋憑穩定專業配套服務，全程融入環保生產技術、高效保溫工藝，大幅減少能源消耗，喺標準化工廠生產基礎之上，同時可以滿足客人各種個性化裝修需求。安全、舒適、環保係廣廈房屋產品最大特色。我哋一路堅持工業化回製生產嘅初心，只係源於一個簡單嘅心願，守護每一個家庭嘅安穩未來。